怎么了？我感觉要出事。这么多年，我们什么样的阵仗没见过？这次不一样。快带坤儿走。 师兄，我们兄弟一场，我不想杀你，只要把佛光词谱给我，
我就放过你们一家人。就算是死，我都不会给你。穆大人，在下总算不负使命，捉拿到天地会余党梁根发。我都知道了，刚刚那大人来的时候，把经过都告诉我了。啊，这位是轻车都尉那贵宝那大人，你抓天地会余党的过程，那大人都看到了。 杜捕头真是年少英雄，武功高强啊！在下不过是尽了自己应尽的职责，那大人不必夸奖。 丢枪！走，去下院看看。是。杜捕头，到最后你都没能找到那女人的尸体吗？啊，我们沿着河流一路找下去，都没有发现他们。 这么说，杜捕头你也无法确定那女人到底死了没有，对吧？这是梁根发，啊，正是。穆大人，这的确是我在茶楼见到的梁根发。 把这叛党的头颅拿下去。这，穆大人，诛杀了梁根发，咱们广州境内天地会的反贼也算是清肃干净了。不，一天无法确定那跳河女人的死活，天地会就有卷土重来的可能。卑职未能完成大人的重托，是卑职办事的能力不够。 军机处的公文已经下来了，要调我进京。穆大人，杜飞，本来我打算在你消灭了天地会余党之后，带你一起进京。不过你放心，到你将功赎罪的那一天，我一定不会忘记让你再回到我的身边。谢大人。 怎么样？生了没有？哎呀，哎，老爷，哎，夫人正在生产，老爷你不能进去。哎，我看，老爷你不能进去啊！ 穆
的女娃娃。哎呀，夫人呢？夫人她过世了。快走，快走！根发，棍发，快走，快走！坤儿呢？我的坤儿呢？坤儿，你放心，放心，坤儿她很好，坤儿她很好啊，我已经让下人喂过她吃东西，睡下了。嫂子，你们家到底怎么了？根发师兄呢？根发。所有的人都去找那个女人了吗？大家现在都在河边找人呢。你也去找，是，一定要给我找到那个女人。是。哎，老爷，哎，外面有一位公子要见您，他说他是您的一个朋友。这位兄台，我们认识吗？我们之前不认识，但是以后，我相信我们之间的关系将会紧密到你无法想象。哦，清澈多味。我今天来是有你生意想跟你谈谈。嫂子，哎，真是辛苦你了。哎呀，嫂子，要不是你在，我这一大男人家真不知道该怎么照顾小女呀。真是太感谢了。没事嫂子，你伤得好些了吗？啊，没什么大碍了。好，这我就放心了。其他有什么需求你就尽管开口，千万别客气啊。老爷，哎，嫂子，嫂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这个头是替坤儿来叩的。嫂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把坤儿当做自己的孩子来对待。老爷，大恩无以为报，这个是师父留下的佛光瓷谱。这是师父当年临终前留给根发师兄的呀。根发现在生死未卜，我们早就商量好了，把这瓷谱交托于你。不，毕竟你是瓷谱口诀的传人，这个瓷谱留给你，是绝对不会错的。老爷，娜娜，你怎么对佛光瓷谱有这么大的兴趣啊？家父本来就是一名瓷器痴，家中收藏的瓷器不胜枚举。可是最令家父感到懊恼的，却是从来都未搜到一件号称瓷中之宝的佛光瓷。别说是你了，就连我，这满堂的瓷器，也没有一件是佛光瓷。可否请孙老板讲一讲这其中的缘由啊？当年啊，我师父把瓷谱给了我大师兄，就是刚刚被诛杀的梁根发。又把配方给了我二师兄，南风古灶的主人江行远。那你呢？你不会什么好处都没有捞着吧？是，
我也是不明白啊，我没想到头来，我是什么都没有得到。所以你终其一生就要抢回瓷谱与配方。不，嫂子，瓷谱和口诀合璧就能造出佛光瓷来。这也是师傅他当年为何要将其分割开来，目的便是要我们师兄弟俩能够同心协力，勿起贪念。我当然知道，可是瓷谱如果留在我的手里面，官府绝对不会放过我。如果给奸人拿到，后果堪虞。老爷，老爷，收下吧。嫂子，你说的也不无道理。那我从小学徒，我的梦想就是想烧出一件真正的佛光瓷。可是，如果没有瓷谱的程序和严格的配方，就凭我个人的能力，我这辈子也不会烧出一件真正的佛光瓷了。抢回瓷谱，让江行远交出配方，恐怕只是孙老板此生的愿望之一吧。大大人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在下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随口一说而已。那大人，这些事儿恐怕不应是你该过问的吧？说的也是，我今天来是要跟孙老板谈生意的。嫂子，我也有一个想法，我把坤儿收做徒弟，当做亲儿子来养。每日我教他习武词艺。如果将来两个孩子长大，他们情投意合，便让他们结为夫妻。到那个时候，我再把佛光瓷谱和釉彩秘诀一同传给他们，这样我们江家和梁家可就真正的珠联璧合了。老爷，我太感谢你了，太感谢老爷了。嫂子，快请起。传阿坤此意，这样哥儿就能继承他爹的手艺。而至于武功，我只希望他做一个普通人。万物踏足江湖，我不希望他练武功。好吧。阿玛，阿玛，阿玛，醒醒啊！儿子回来了。找到了，梁根发死了，他的妻子直到现在下落不明。为什么是这样？穆大人出手太着急了，我根本没有机会插手。难道是我命中注定，这辈子无缘和这些宝藏见面？要是这样，老天爷为什么让咱们大家知道了这么大一个秘密？阿玛，胡师傅把佛光瓷谱传给了他的大徒弟梁根发，将配方交给了南风古灶的软江行远。我怀疑这批宝藏的秘密和瓷谱与配方脱离不了干系。我感觉到了，宝藏，阿玛，快出现了！阿玛！
哎，快，来吧，好，轻点啊，小心点，不要碰坏了。火再稍慢点啊。好，哎，加开，哎，控制一下温度啊，来，好，加开，再加点。轻一点啊。老爷，老爷，好，老爷，哎，老爷，阿坤，哎，师傅，你来了。禅城斗词大赛开赛在即，你这参赛的词作完成没有啊？还没呢，师傅。不过您放心，到时候我一定会做好的。大哥，起来！你傻呀？每次都把别人的活干了。小飞是吧？小飞，哎，来了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干嘛老欺负阿坤？全哥，是他自己愿意帮我扛的，对吧，坤哥？大哥，没事儿，我多拿一个也没关系。什么没事啊？就是你好说话。来，阿飞，拿好。女儿，你怎么这么见外呢？你爹和我爹是同门师兄弟，你小的时候我还抱过你呢。哎呦，什么东西？你不是我的菜，滚开！就你，还配挑菜？干什么？你干嘛？哎呦，赵兄、梁兄，好久不见，你们今天一定是来开窑的吧？开你个头开呀！没事跑到我们这里干嘛？欠揍你！这个今天天气不错，我出来踏青，遇到了江小姐，所以上来打个招呼。打什么招呼啊？他打主意才是吧？钱哥，你别听他的，他故意躲在旁边，吓了我们一跳。师傅不是教了你一套新的五行拳吗？跟着练呢。好，来。开个玩笑，赵兄，相识已久，我伤了你不好。这样，要比呢，我们留到醒狮大会上来比。谁理你啊？今年一定是我们江氏采青的。就凭你们这句话，今年我们孙氏一定赢。到时候我就向你爹提亲。如果你输了的话，请你以后不要再骚扰灵儿。好，一言为定。那我们就醒狮大会上见。灵儿，我们走。走。等着，请走。走，白痴。开窑！
这就是您新研制的釉彩吗？师傅，太漂亮了！爹，师傅，您。师傅，你这陶瓷拿去参加斗瓷大会的话，一定会赢的呀！你懂什么？曲则全，枉则直。你们只看到色彩绚烂，殊不知新瓷状态不稳，尚有瑕疵，出手之人必遭败绩。斗瓷大会仍有老大，你们大家都听着。烧制新瓷的事，谁都不准跟我说出去。听到了没有？听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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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到了。好，干活去吧。好，走。阿庆、阿坤，你们两个把这些碎瓷片给我打扫干净，找个没人的地方给埋了吧。好。宁儿，我们走。是爹。你笑啥呀？大哥，你说师傅为什么要把刚烧出来的瓷器给摔了又埋了呢？师傅这么做肯定是有他的道理，但是我觉得师傅一直把我们当小孩，明明新烧出的瓷器比以前的好，可是还是要拿以前的瓷器去参加比赛，这里面肯定是有问题。好，差不多了。在干嘛？娘，师傅今天烧了个新的陶瓷，跟我们家的佛像一模一样，可是他马上就把它给摔了，为什么呀？娘一向教你要明哲保身，不要多管闲事。你师傅有自己的想法，该学的就学，不该问的就别问。你书读好了吗？陶瓷烧好了吗？你要多用功才能讨到媳妇儿啊！乖，去读书吧，啊？乖。佛光瓷。你明明知道，咱们孙家和江家那是势不两立，你为什么偏偏要喜欢上江灵儿啊？啊？整个佛山，你喜欢上谁家闺女，你爹都能给你娶回来。爹，您看，您和江新远呢是同门师兄弟，对吧？江家的陶瓷为什么做那么好啊？那还不是因为南风古造。你看我把江灵儿娶回来，你看江新远那个样，他能活几年呢？等他一死，那南风古造不就是咱孙家的吗？我说宝贝儿子，你是不是觉着你很聪明啊？哼，难道我就没想到吗？啊？难道江兴远就没想到我会想到吗？要是江兴远想到我想到了，他会怎么想啊？他会同意吗？反正爹您得好好想想办法。今年斗师大会，咱们一定得赢。斗师会，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？啊，大不了把你师傅给请回来，不就完了吗？你都这么大了，儿子，你得有点正事儿，你脑子得装一装，怎么才能帮你爹把这个斗瓷大会赢了？哼，我问你，我让你去南风古造，你打探到什么消息了？对，爹，您说这个江新远真是奇怪啊，明明烧了一个特别好看的花瓶，他给砸了，还给埋了，就连梁坤和赵乾那俩傻子都不服气。
我带了一罐回来，你看看，就这个。还真像佛光瓷，难道江心远已经得到了佛光瓷谱？停！阿宽，你把赵钱送上去之后，一定要沉稳马步，站稳了，不然就会前功尽弃了。贤儿，啊，你可有听说杨师傅在讲什么呀？当然有听到，师傅。刚才师傅说，舞狮不是打架，不能使蛮力，是舞蹈和武术的结合。行了，既然参加了彩星大赛，你们就得下功夫，啊！我先回讨房一下，你们好好练吧。好，师傅。大哥加油！阿棍啊，你知道我为什么特别想去采青吗？不知道。因为3月3既是北帝宝诞，也是灵儿的生日，所以我特别想采到青，送给她做礼物。哇，那灵儿一定会非常开心的。大哥，你想得好周到呀！对了，你一定得帮我。我一定帮你。哎，对了，你想送她什么礼物啊？大哥，我还没想好呢。来，我们继续吧。哎。灵儿，大哥，先歇会儿。你看你，我自己来吧。喝碗凉茶吧。大哥，为了江家，一定要采青。那是当然，不光是为了江家，也是为了你。你是说孙承龙提亲的事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嫁给你不喜欢的人。大哥，你早点休息。哎。
等等，好。马关，上！好。撑住，撑住，好，加油！走。各位来宾，各位客商，佛山陶瓷器型精美，釉彩温润，而且贵在实用，所以深受宜商欢迎。江行远、孙腾蛟二位都是陶瓷世家，是广东瓷商中的佼佼者呀。好，下面请各位品鉴两位商家最好的珍品。谢谢。品鉴之后，请投筹，议定冠军。姑娘，别闹了。姑娘，让下，师傅，马夫让一下。师傅，师傅，这爹，怎么了？星远兄，你看这事儿弄得你这天意呀！天意呀！好，诸位评委，我无话可说，你们就宣布结果吧。我宣布，根据比赛的规则，取消江氏陶坊。等一下，让下！师傅，比赛不能这样认输啊！我们不能认输。阿坤，你下去，这不是你说话的地方。师傅，我们的瓷器从来都是第一，不能输给孙家。阿坤，我们的瓷器已经打碎，你没有参赛器物，按照比赛规则，我们被取消资格，这是公平合理的。我无话可说。我心服口服。哎，师傅，我们家不是还有一件瓷器吗？如果那个拿来，一定会拿第一的。阿坤，别胡说！星远兄，你还藏私啊？不，你们误会了，小孩子信口胡说啊！我怎么可能会有呢？啊！阿田，把阿坤拉出去。
若真像这位小哥所说，我尊敬的师兄啊，您要是真有宝贝藏着，那我孙氏陶瓷赢的可就不光彩了。对呀，是吧？看师弟你说的，文兄刚才已经说过了，这是天意。今天我们江家输的是心服口服啊！诸位，这好东西要与好朋友分享啊！二师兄，我孙某特别的好奇，师兄您不肯拿出来的宝贝到底是什么好东西？师傅，连孙老板都这样说了。你就拿出来啊！小兄弟，麻烦你跑一趟，把这个大家都好奇的瓷器啊拿过来给我们看看。哎，就1炷香的时间，够不够？就1炷香的时间，如果我赶不回来，我们就认输。好，哎，师兄，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？阿坤，兄弟，打烂瓷器也有我的份儿，我跟你一块儿去吧。干你什么事儿？哎，你站住！你才站住！快去吧！是啊。各位，咱们应该重新评，对不对啊？啊，重新评啊！重新评，这就重新评，哎，这就重新评。各位，安静！我代表评委会宣布，此次佛山庙会构图大赛，江家的佛像造型优美，形象传神，釉彩晶莹温润，光滑灿烂。取得优胜！江老板，我可是你的老客户了，今年的生意你可要多多关照。一定。江老板，今年我的货再加2成。好。江老板，恕在下眼拙，您这佛像晶莹剔透，温润如玉，这里边到底什么名堂啊？这是佛光瓷。佛光瓷不是失传了吗？佛光瓷失传10几年，想不到今日重现江湖，还真不枉我大老远的跑到佛山来。那大人，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您怎么也不打个招呼，在下好去接您呢？江老板，在下愿出5块1元买下这尊佛像。5块1元。
小姐，5块银元能买600斤大米呢，这人什么来头啊？江某可敢请教公子孙姓大名？在下贱名那拉都鲁贵月里，汉名那贵宝。江老板，有礼了。哦，原来是那公子，幸会幸会，承蒙公子错爱，我江家这尊观音像，为我江门夺得了今年佛山斗瓷大赛的桂冠，故而与我江家是意义非凡，只敢高歌敬之，岂敢出售啊？既然如此，在下也不勉强。可是在下已然出过价钱，我也不想反悔。我看这件佳作也是出自你江氏陶坊，不如我就买下这一件。啊，这，师傅，这乃是小徒的拙作，不值这个钱的呀。仅凭这个公仔可能不值，但是如果能够宝物赠佳人的话，那就绝对值得。小姐，小姐放心，在下绝无轻薄之意，只是放眼望去，今日在场当中，在下认为只有姑娘一人配得上这件公仔。谢谢。你这傻孩子，你知道闯了什么大祸吗？我这些年来隐姓埋名，连江家的门口我都不敢踏出去一步，就怕佛光寺给人发现。敌人要是知道我们来到江家，会害了你师傅，害了你师傅！你笨呐！娘，爹的事情我也是第一次听说，而且佛光寺的秘密我也不知道，你就原谅我吧，娘，你就原谅我吧。你这嫂子，阿坤说的对，不知者不为过。心月，如果他们找上门，我就会害了你们，也害了这个孩子。如果没有你们，我们俩还能活到现在吗？嫂子，你千万不要再这么说了。当日我收留你们母子俩，我就已经想到了会有今天。我江心远绝非胆小怕事之人，何况我跟师兄有着同门之谊。师父他老人家在世，他也会同意我这么做的。若是今日执意带着阿坤离去，那你不是要陷我江心远不仁不义吗？佛光寺刚刚现身，你们母子俩突然离去，那这不是更让人怀疑吗？那大人，我一直怀疑江行远已经拿到了佛光瓷谱。当年我就告诉你，我怀疑带走瓷谱的崔明秀根本就没有死，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找到他的尸体，不是吗？一定是崔明秀将瓷谱交给了江行远，说不定崔明秀现在根本就好好的活在江家。不，这10几年来，我一直在关注着江家，他家进进出出的人，我都仔仔细细的在观察。不会的，绝不会。我倒是希望崔氏没死。心月，现在我们在明，他们在暗，如果真的找上来，那怎么办呢？找上门来，那得看他们怎么个找法。我江家不是没人。阿坤，你知不知道佛光寺现身后，有没有外地人对他特别的感兴趣？有啊，就是那个叫那贵宝的，他知道佛光寺的秘密，而且他还想把它买下来。姓那的，满族人，有多大？他是满族人，他叫那拉什么，好像是40多岁吧。崔明秀是朝廷钦犯，果真藏匿在江家，我们就有足够的借口去打击江氏。说不定，这南风古灶和佛光瓷谱也可一次性到手。可是，
可是，这不可能啊！哼哼，你别忘了，江行远是个谨慎小心之人，他对崔明秀的保护肯定是做到滴水了。那拉乃是满族8大姓之一，非高官即权贵。再有，就是我的师弟孙腾蛟。其实当年师傅是最疼他，但不知为什么，师傅临终前，却把佛光词谱传给了根发师兄，把釉色秘诀传给了我。就是不知道师傅有没有传给他什么，以至于让他这么多年来对佛光词谱念念不忘。今日在斗词大会上，他死死盯着佛光词的眼神，不难看出，他已经起了疑心。那大人，那您看，怎么样才能把崔明秀逼出来？依我之见，恐怕只有到广州去找杜飞帮忙。哦，就是当年那个杜飞杜捕头。没错，就是他。当年的缉捕让崔明秀母子逃了，而未尽全功，杜捕头难辞其咎。这次正好将功赎罪。照你这么说，我想起来了，当年是杜捕头追我们一家的时候，我们在酒楼打了一场。当时有一个蒙脸的，会不会是孙腾蛟？这极有可能啊！当年他为了抢夺词谱，不惜出卖根发师兄，那他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呀？不行，我得马上去做准备。心月，师傅，那不如让我去孙家，让我去探探路。不可能，你好冲动的鲁莽，一去说不定会坏了大事。眼下是生死攸关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必须处处谨慎行事，既要保护好你娘，也要保护好你自己，否则日后我怎么敢把灵儿交给你呢？把灵儿交给我？当年我和你娘有个约定，待你长大成人之后，就把灵儿许配给你，让佛光词谱找到真正的传人。你要是怜惜灵儿的话，你就一切听从我的安排。你听懂了吗？你们孙家陶瓷一向是宜商欢迎，可谓销情甚佳。可是最近呢，却被江氏迎头赶上。宜商改买江氏陶瓷的人越来越多，长此下去，我很难保全你孙氏在13行的地位。此次来佛山之前，我曾向宜商探问过，他们都认为江氏的陶瓷较孙氏的更为质优耐用。难不成是有了配方，连火候都有所不同了吗？哎，师傅，我们家不是还有一件瓷器吗？如果那个拿来，一定会拿第一的。阿坤。谁呀？师傅，是我。哦，阿钱呀。师傅，我还正要找你呢。阿钱，你去替舅父办件事。最近你要多加留意孙氏陶房的一切动向，有情况随时向我汇报。为什么呀？你只管去办，至于为什么，你先不要问。办完之后，舅父会向你解释的。是不是跟佛光瓷有关？嗯，你怎么会有此疑问呢？因为那天我看到师傅，看到阿坤拿来佛光瓷的时候，脸色十分难看。还有孙腾蛟，当他看到佛光瓷的时候，连斗瓷比赛输了都不放在心上。那个姓那的居然出手5块大洋要买，所以我就想，阿钱，你遇事喜欢动脑筋，爱思考，这是好的。不过，
你年纪轻，涉世浅。哎呀，这世间的事啊，有时候知道多了不是好事，说不定最后会带来灾祸呀！啊！三哥，你是不是在生我气啊？啊？为什么？你要是没生我气的话，为什么今天回来之后，你一直没来找我，还要我让小兰去请你过来？灵儿，没有，刚才发生了一些事情。那你就是生气了。好端端的生什么气呀？因为你送的公仔被别人当礼物送了。刚才是发生了一些事情，比这个更严重。什么事啊？关少爷，你有什么事情还不能跟我们俩说呀？哎，小兰，那个公仔呢？啊，马上。关少爷，小姐肯定特别希望你亲手送给她。师傅，我跟阿坤一同为徒，为什么有的事情阿坤能知道，而我却不能知道？你怎么会这么想呢？啊，来，坐下。贤儿啊，自打你12岁来到江家，舅父可是一直把你当成自己的亲儿子一样对待啊。阿坤也一样。从小到大，你说舅父对你们有内外之别吗？什么东西是他有你没有啊？师傅对阿钱确实是视为己出，这份恩情，阿钱一辈子都不会忘。舅父膝下无子，江家的这些产业，将来舅父一定要托付给你啊！眼下你就替舅父办这件事。当然，这事儿也是我在考察你的处事能力。不过你要记住，这件事情可是关乎着阿坤母子的安危呀！安危？你不要多问。总而言之，你要小心谨慎的处事，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孙家对你有怀疑。师傅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办好的。什么东西是他有你没有啊？他有你没有，你没有。大哥，我告诉你一个好事情，但是对于你可不一定。什么好事？我的愿望终于要达成了，师傅他终于要教我武功了。就这件事啊？啊，这件事还不够好啊，这可是我朝思暮想的事情。啊，大哥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啊，没有，我是在想，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了，可是为什么说，对于我来说却是未必呢？啊，因为我要跟你一起练功，以我的天分，很快就可以打败你，是吗？要不要试试？服不服？服了，服了，服了，服了吧？服了，服了。大哥，我又不是说现在。相信我，你还早着呢。等到有一天，我学到最厉害的武功的时候，我就可以保护我娘了。哼，那倒是。对了，为什么要保护你娘呢？跟我说说。
师傅跟我娘说这件事不可以跟别人说，不过我可以跟你说。哎，兵7平6，祖5进1。哦，炮2进1，士5进6。兵6进1，将4平5。哦，哈哈哈哈，车8进1，将5退1。兵6进1，哎。哎呦！喂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！啊，你是？我是那个兄弟，跟我混吧，想起来没？哦，是你啊！嗨，对呀。你是？我叫安青鸾，你叫我安姑娘就行了。梁坤，我知道的。哦，安姑娘。你来这儿干什么呀？我来找你呀！我找你找的好辛苦，问了好多人才知道的。找我？找我干什么？我手帕还给我。手帕借我。哦，上次的手帕，对，借了你还没还你，我已经洗好放在家里了，我去拿给你啊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你先别管那个，你陪我到佛山转转呗。啊？我一个女孩子家，你忍心看我到处这么走，很危险的。女孩子家，那天你不知道你有多凶，整个佛山也没有几个男孩子能打赢过你吧？这倒是的，我的武功很厉害的，没人打得过我。哎，好了，我去拿手帕给你啊。哎，先别管手帕的事儿，你得先报答我。报答你？你忘了？那天可是我帮你。你帮我？你还记得？你别忘了，你把师傅的瓷器都给打破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想责怪我是吗？安姑娘武功高强，就算是想责怪，我也不敢说出口啊。切，想怪就怪呗，大不了我陪你一个。你到底陪不陪我逛？哎呀，我可是过2天就要走了，你就陪我逛逛呗。你真的想参观佛山的名胜？那我就应该带你去看一下我们江氏的南风古灶。南风古灶，听起来好像不怎么好玩。哼，这你就不懂了。南风古灶它本来是石湾的名胜，说是古灶，它是建于明朝的正德年间，哎，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。哇，真的呀？车8进2，马3退4。车8平6。爹，你以后下棋别找我。每次跟你玩只有输的份儿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车马象是将，红黄蓝银金呐。这是我们刚刚对弈的这9手棋，就是配合佛光瓷谱烧制佛光瓷时所需的釉彩分量。当年你师祖把佛光瓷谱传给了阿坤他爹，把釉彩口诀传给了我。只可惜啊，爹自始至终都没有能参透这最后的秘密。最后的秘密？什么秘密啊，爹？爹儿，手上光有了佛光瓷谱和釉彩口诀，还必须要参透自始至终、久久归一、返璞归真这3句话，才能烧制出去无存真的真正佛光瓷来。哎呀，你爹我用了1辈子的时间，也没能解出这3句话的意思，所以烧出的东西距离当年你师祖的要求还相差甚远。爹这辈子只能作罢了。我只盼着将来爹会把佛光瓷谱传给你和阿坤，
我希望你们两个能用自己的智慧解开最后的秘密，烧制出真正的佛光寺来。爹，你说将来？爹说的将来，就是你和阿坤成亲这天呐。哎，这就是南风古灶了。平常我们都是在这儿烧的。哎，你看这个哦，这是明朝正德年间的。哇！哎，还有这个啊，崇祯的。哇！哎，这个雍正的。哇！哎，这么珍贵的陶瓷，你们就这么放着？对啊。哎，这个，你猜猜这是什么年代的？这个，乾隆时期的。哇，这都猜得到啊！真的呀？厉害！这么贵的，你怎么就这么筛了呀？这个是我昨天烧的废品。废品？那刚刚那些呢？那些是我前几天烧的。你骗我！虽然这些都不是古董，但是他也是花了我3天的时间才烧出来的。再敢骗我，你就死定了！灵儿，爹已经想好了，等你跟阿坤成亲的这一天，就由你带着阿坤一起去取佛光寺。今后你们两个共同保管着，爹这心里的压力就没那么大了。爹，你放心，我答应你，我和三哥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，我们会保护佛光祠的秘密。爹知道你们一定会的。那现在爹就告诉你，寺部放在哪里。阿坤，出拳的方向对了，但是发力的方法不对，打拳需要用腰马劲，看我的。再试试。啊！阿坤，你现在的腰马之力确实比以前好太多。大哥，这几年的泥路不是白走的。终于明白了。阿坤，你明白什么了？没什么，大哥。阿坤，说实话，你现在的功力比我更适合习武。如果你再努力一点，我就可以放心的把灵儿交给你。大哥，你都知道了。我看起来有那么笨吗？大哥，从小你就把好吃的好玩的都让着我，我不想跟你争这个。灵儿是人，也不是吃的玩的，不存在争不争的问题。我知道大哥，你跟我都非常疼灵儿，不管灵儿嫁给谁，她都一定会非常幸福的。对了，阿坤，灵儿要嫁给谁，都要听师傅的安排。眼下江家的安危和奶娘的安全最为重要，我们先把儿女私情暂时放一放。我知道了。我们一起来。梁管家，来，喝口凉茶。今天怎么对我这么好啊？你先喝吧。哎，杨管家，我真的是对不起你啊！对不起我？你有什么事对不起我啊？我今天才知道，小时候你为什么让我摔这么多跤。阿坤，把这2个瓷皮搬下去。是，杨管家。站起来，继续走。阿坤，
记住每一步都踩稳了，这样你就不会总摔跤了。弄了半天，你让我走了这么多坡路，原来一直在帮我练腰马的力量，有人下盘的力量，我练功当然事半功倍了。哎，你知道就好。哎，又有什么对不起我了？我一直以为杨管家欺负我这个没爹的，所以一直在恨你。你别恨我，要怪就怪你师傅。这一切啊，都是老爷吩咐我这么做的。啊，师傅，原来师傅一直为了让我练功啊。没错，你娘啊不让你练功，老爷不得已才出此下策的。师傅他真是用心良苦啊。不过我还是要跟你说一声对不起。又有什么对不起的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，家里的屋顶总是漏雨啊。哎，原来我的屋顶漏雨全都是你小子干的。哎，不关我事，不关我事啊！哎，臭小子！谁啊？我。大哥，进来吧。不用了，我来，就是想要和你说几句话。那你说啊。假如在一些事情上，舅父和我的想法不一样，你会尊重我的吗？怎么会啊？大哥向来比我更顺从阿爹，怎么会跟他意见相左啊？哎，不如你进来再说吧。不用了。我说的是假如。假如有些事情上，你需要选择的话，你会怎么选？那总要看看是什么样的事情吧。关乎你的未来。小心点啊！二师兄，师弟给您请。师弟，师弟啊，师弟你今天怎么有功夫来这么早啊？哎呦，二师兄的生意如此兴隆，我要是来晚了，怕是见不着二师兄啊。哎呀，师弟你太客气了，就是再忙，师弟难得前来，为兄得要好好的招待招待啊。来，里边请啊，师兄请。哎，请。师兄啊。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啊！哎呀，你来坐坐就好，师兄弟一场，你何必这么客气呢？师兄啊，您就别客气了，这是三弟的一点心意。您研制出了佛光瓷，我总得过来祝贺您呐！啊，我想师父在天之灵也会欣慰的。师弟，你说嗨。这是个天大的误会啊！斗瓷大会上那根本就不是佛光瓷，那是为兄新进拙作，叫孔雀绿啊。只是那天一直没有机会解释而已啊。师兄啊，您就别瞒着我了，您也不必谦虚。当年师父的佛光瓷，我是见过的。您那个佛光瓷跟师傅的，简直是一模一样。哎呀，错了，师弟你可是看走眼了。师兄我啊，也是凭借着当年的一些技艺，经过了反复摸索和多次的烧制，最终才成功的。与真正的佛光瓷相距甚远，那是天壤之别。因此啊，那天我在斗瓷大会上，我才不敢拿出来献丑。师兄。如果真像那样说的话，那我就更加敬佩师兄您了。不瞒您说，这些年来啊，我也一直在研制。来，您看看，别说是跟您的一模一样，就连您那个
一半都不如。从釉色到胎质，跟您那个差得远了。师弟，你这是抬举我。哎呀，为兄我只是误打误撞而已啊。哎，师兄啊，想一想，师父仙游已经快20年了。那天看到您的佛光瓷，三弟真的是睹物思人呐。我想到了师父，想到了师父当年对我们的教诲，我想到了我们兄弟3人在一起的情景啊。师弟啊，你一提起师父，总是难以自制。难怪师父当年最喜欢你这个小师弟了。没事没事，哎，我只是有些感触罢了。自从大师兄出事以后啊，佛光瓷谱就再也没了下落。不瞒您说呀，三弟这辈子最大的遗憾，就是没有能够再见到师父登峰造极之作呀。师弟说的对呀，为兄我，也是颇有同感，所以现在只能凭借着塑瓷造诣来怀念恩师了。师兄啊，如果您不介意，您方便的话，我想去您的古灶看看，跟您学习学习，也请您指教指教啊！这您看如何？甚好甚好，欢迎之至啊！来，行。小姐，怎么了？刚才钱少爷很着急的跟我说些话，让我转达给小姐呢。那他说了些什么？他说希望小姐能做个选择，要是选坤少爷的话，就去工坊；若是选他，就去江氏陶坊。他们都在等你呢。一听他的口气，可是认真的。特别认真。钱少爷还说了，想今天做个了断。老王，哎，这货什么时候发？马上就发。好，您继续。哎，好好。好。你这是什么表情啊？这么不想见到我吗？没有，就是有点意料之外。意料之外？那你是意料之外的欢喜呢，还是意料之外的难过呀？都有点。不跟你瞎扯了，走，我们出去吧。去哪儿？你这个背信弃义的家伙！你上次不是说陪我去佛山转转的吗？这话我是说过。那又是谁说一言为定的呢？爷说。知道就好，走。可是我还有活没干完。这还不简单？我帮你就行了。哎，少爷，您在等谁呢？少爷，少爷。钱少爷，小兰，小姐呢？小姐她去作坊了，她让我过来告诉你一声。那钱少爷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先回去了。行不行？不行，保持，再快点！
再快点！哎呀，再快点，快！啊，不行了，快点！哎呀，呀快点，快点！哎，我都说了你不行了，你还是走吧。谁说我不行？谁说我不行？哎呀！算了，行不行？我来看你，就该骂我了。师傅回来正好，至少能教教我怎么弄。哎，算了，我给你个新任务吧。这批货呢，是要重新修补的，拿回去好好研究研究，然后再拿回来吧。坤少爷，哎，小飞，坤少爷，她是谁啊？叫我安姑娘。她我也不太熟的，她是来给我拿手帕的。是什么手帕呀？哎，没事。哎，记得啊，一定要认真修补，然后再拿回来啊。嗯，好。这批不是老板说要把它扔掉吗？您还补它做什么呀？喂，你。好，师傅好。好。小飞。哎，小姐来了。你有见到三哥吗？他跟一个姑娘出去了。什么呀？什么姑娘呢？咚咚咚锵，咚咚咚锵。带好行不行啊？机灵点。咚咚咚锵，咚咚咚锵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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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锵，跟上点节奏行不行啊？动起来啊！咚咚咚锵。喂，我告诉你啊，就1个时辰，时间到了我就走。站住！还没到1个时辰呢。带上。咚咚咚锵，咚咚咚锵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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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锵。哎，小姐，你不是去找坤少爷了吗？哎，你今天有没有见到三哥啊？坤少爷在作坊啊。小飞明明跟我说他去作坊的。他是在那儿，但后来又出去了。去哪儿了？去街上走走。啊？还有个姑娘。什么姑娘？这哪来的姑娘？怎么会跑出来姑娘？我也想知道。小姐，你别生气，我现在就去找小飞问清楚。安姑娘，这吃也吃了，玩也玩了，你可以回去了吧？早着呢。你爹不担心你吗？哎，你是不是想赶紧让我走啊？安姑娘，多保重吧。喂，哎，1个时辰已经到了。这个人怎么总是说风就是雨啊？听说啊，那个安姑娘长得奇丑无比，还一脸麻子，而且她腿特别短，手粗的像个男人一样。最恶心的是，听说这个姑娘是个窑子里的姑娘。窑子里的姑娘可随便了，看见男人就给手帕，还给坤少爷一条。还有呢？没有了。小兰，你过来，你看看那安姑娘。小姐，其实也没那么难看。小兰，你呀，真的把我想得太小家子气了。三哥为人正派，绝对不会胡来。我只是担心。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担心呢？我也说不上来，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。田阳啊，老爷，江家有一个陶工叫阿坤，你知道吗？是叫梁坤，姓梁。对。你去把这个梁坤的底细给我查一下，然后告诉我。是。江家的人赵乾一直跟着我们，要不要把他拦下来？不必了，
让他跟着我。你去忙你的事情，我陪他溜达溜达。是，老爷。师叔，实不相瞒，晚辈确实有要事相办。孙腾蛟刚才来过了，从他的神情，我不难看出，他已经怀疑佛光瓷谱在我的手里啊。师父，你们是同门师兄弟，为什么不能3人平分这本瓷谱呢？唉，说来话长。想当年，我们师兄弟3人中，就属孙腾蛟年龄最小，且天资聪颖，师父最喜欢他的。可是，此人心术不正，最后还被师父发现他自私残忍，于是临终之前就把佛光瓷谱交给了你爹。原因是想让我们兄弟3人能够和睦相处，谁知这适得其反啊！从此，孙腾蛟便对我和你爹产生了怨恨。哎，你和阿钱要从中吸取教训，师兄弟之间一定要和睦相处，互敬互爱呀！师父，这个你放心吧，我和大哥的感情一向很好的。所以说，梁坤拿的瓷符根本就不是出自你师父之手。没错，但是佛像从何而来，晚辈就不得而知了。赵钱啊，你说这梁坤会不会是我大师兄梁根发之子啊？我比阿坤晚来江家，所以我并不知道阿坤的父母是谁，只知道阿坤他是一个孤儿。从他的长相、年龄和姓氏，他很有可能是我大师兄之后。哎，赵钱啊，你把江家的事情一样一样的都告诉我。你说说，你的目的到底何在？难道你是为了江家的闺女？贤侄啊，你师叔心中有一妙计，你若是听我的，我们可以赶走梁坤。哎呀，阿钱从小体弱多病，他性格沉稳内向，但有的时候连师傅也看不透，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。不像你啊，心直口快，阴晴都挂在脸上。师傅，您这是在夸我还是在骂我？性格本无好坏之分，就像武功，能杀人也能救人，善恶存于一心。就像孙腾蛟，以我多年对此人的观察，他为了一己私欲，绝对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都能做得出来。
快别睡！没事吧？啊？娘，我没事。可惜让他跑了。怎么回事？老爷。出什么事了？啊，老爷，刚才我和少爷在后花园的时候被人偷袭了，武功非常厉害，拳法很怪异，不知道是哪个门派的。该来的还是来了。子秀，吉人自有天相，只是受了点皮外伤，休息2、3日就好了。安兄啊，今天若不是安兄及时出手，孙某的小命怕是保不住了。安兄的恩情，我没齿难忘啊！习武之人，吉人之难，本来就是分内之事。子秀，您太见外了。刚刚那个女的身手不弱，其招式招招致命，除了生命攸关，便是血海深仇啊！你杀孙腾蛟去了？是，孙腾蛟就是当年出卖我和根发的人。我本来可以杀了他，不知哪来了一个高手，把我打伤了。嫂子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事先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啊？安堂主，实不相瞒呢，孙某老上风流，突
图一时之快，欠了这女子的错爱呀。孙兄，这真是风流孽债呀！哎，让您见笑了，我实在是无脸见人呢。孙兄，我本来也想想求着官府的朋友帮着说和说和，可是你看他如此刚烈，要不是你及时，没事没事，自家兄弟。那孙兄是想……安兄，你若是能在佛山多待几日，在下感激不尽呐。你看你伤得不轻，我马上给你请大夫去啊！不，不要惊动他人。那我把阿坤叫回来。不要告诉他，如果他知道了，他会替我报仇。他太冲动了。还有，孙腾蛟知道我住在这里，我现在应该马上离开。不，嫂子，我已经在外面给你安排好了住处，你先静养2天，不然伤入了经脉，那可就麻烦了。2天后你再走不迟。再怎么说，我江心远在佛山地界是个人物，我断定的孙腾蛟不敢乱来。就2天吧，我好了就马上离开。好吧。爹，喝茶。好。青鸾，你孙世伯招呼我们在佛山多待几天，我让阿彪陪你到处去走走。我才不要和师兄单独相处呢。爹，要不您陪我出去转转吧？孙兄，有事请我相助，你自己去玩吧。记住，千万别惹事啊！爹，您是又想抽烟了吗？没有啊，没有。爹，您要是不抽烟，女儿就不惹事儿。拉钩。不抽。爹呀，听女儿的。来，拉钩。又来个管闲事的！你敢打我？你打我！哎呦，你快打我！哎呀！喂，怎么又是你啊？喂，我也奇怪呢，算你运气好，要不是我，你又被打得满地找牙了。这也不关你的事啊。喂，大师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我这样算没事吗？缺心眼儿。阿弥陀佛。喂，你这臭老头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啊？我打得这么凶才救了你，你连谢谢都不说，这和尚念经怎么念的呀？你说是不是？喂，梁坤，你怎么也这么没有礼貌啊你？孙老大，江心远怎么说也是个6品顶戴的行商，没有真凭实据，怎么可以说抓就抓呢？真凭实据？哎，刚刚不是给你看过伤了吗？难道这伤还不是真凭实据吗？那是我躲得及时啊，否则的话，那个崔明秀就把我给杀了。你怎么可以证明那个黑衣人就是崔明秀？难道崔明秀在江家躲藏10几年，无人知晓？梁根发的儿子梁坤，现在是江行远的徒弟。那你说崔明秀他不躲在江家，会躲在哪儿啊？杜捕头啊！想当年，您那么年轻啊，就当上了捕头，手持一杆长枪，那是多威风啊！
多少人都赞你是少年英雄啊！可是10几年过去了，现在呢？现在，你还是一个捕头。嗯，你为什么就不好好的想一想这其中的缘由啊？你为什么就不想一想，一向器重你的穆大人进京述职，他为什么就没把你带在身边呢？孙大人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我替你抱不平，我气不公。你应该要知道啊，影响你这些年仕途的，影响你发展的，不是别人，就是那个当年掉进江里的崔明秀。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把他缉拿归案，那不就将功赎罪了吗？我敢说，你的命运将会是另外一个样子。哎，够不到。如果你真不愿意到江家去搜查，我倒有另外一个办法。来。哎，安姑娘，你怎么老是待在佛山啊？你这么说是想让我回广州吗？没有，就是问问嘛。我爹受孙世伯之托，在佛山保护他几天。保护他？孙师叔可是会武功啊。他怎么跟我爹比啊？不妨告诉你，有一天晚上，孙师伯被一个武艺高强的女子偷袭了，差点丢了老命，所以才让我爹保护他呢。一个女的？谁啊？谁知道呢？哎，那个女的，是不是用峨眉刺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没有，我也不知道，就是瞎猜的。哎，那个女的？哎呀，你别再问了，我也不知道。哎，梁坤，除了南风古灶，还有什么地方？哎，我还有件事情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你等等，你怎么说风就是雨的呀？哎，我真没空，下次找你玩啊。哎，你别骗我。也不一定。稳着点啊！钱少爷，我家老爷有请。娘，不是叫你不要过来吗？娘，你告诉我实话，你是不是去杀那个姓孙的了？娘，你平常都骂我，说我的性格非常冲动，这都是跟你学的。这事情，你为什么不跟师傅先商量？师叔，您找晚辈有何吩咐？贤侄啊，你也算是行家了，帮我长长眼。这个瓶子价值如何？师叔，晚辈认为，这款花瓶是洪武年间景德镇大龙岗官窑所制，至今差不多有500年的光景。但是这个花瓶能够保存得如此完好无缺，色泽光润如新，只能说明这个花瓶是赝品。好眼力，够聪明。我那个没用的儿子要是能有你的一半，我都会心满意足啊！师叔，您抬举我了。师叔今天找我过来，不会只是为了鉴宝吧？就是为了鉴宝，但不是现在，是以后。以后？贤侄啊，这次多亏了你，帮我断定了佛光瓷谱就在你师傅手里。师叔本来想着派个人先去摸摸底，查查究竟，
可谁想到半路杀出个……哎呀，师叔，哎呦，您这是怎么受伤的？崔明秀，奶娘，孙腾蛟是你的杀父仇人。什么？就是他？就是那个姓孙的？他没那么好本事。当年他有帮手，没想到现在也是。这个狗贼！不要，不要！你不是他的对手。这次我没杀了他，我不知道孙腾蛟他会想到什么计策来对付我们。我看，我们已经不能再留下来了。娘，那这个仇我们就不报了吗？不，来，跪下，向你爹牌位发誓，不找他们报仇。这怎么可能？要，一定要发誓。我已经长大了，报仇这个责任就应该在我身上。坤儿，娘求你了，娘已经失去你爹，娘不想失去你。我求你了，我只有一个儿子，娘求你了，我答应你，不要报仇。我答应你。你起来。那，你发誓，对着你爹的牌位发誓。我不会去找孙腾蛟这个狗贼报仇。娘，对不起，都是我惹你生气。乖，坤儿乖，乖。你听娘说，当年骗你爹的武艺，本来可以逃脱此劫，但为了你的安危，你爹选择了自断后路，为的就是你平安的长大。你一定要答应娘，不能让你爹白白的牺牲。这都是我们长辈的事情，你就不要管了。眼下最重要的是未来，是你的未来呀。我的未来？你心仪的姑娘江莲儿。师叔，晚辈与莲儿从小青梅竹马，所以贤侄啊，你师叔就喜欢你这样重情重义。可是你讲情讲义，人家跟你讲情讲义吗？是，江家对你有养育之恩，可是你这些年对江家那也是付出了汗马功劳啊。可是那个江行远竟然把自己的女儿许给了那个梁坤，这就意味着丹峰古灶，还有商行牌头，还有江家的所有财产都归了那个臭小子。别说是你咽不下这口气，就是你师叔我也咽不下这口气。娘跟你说，穷不与富斗，富不与官争。孙腾蛟虽然他武艺一般，可是他有钱，有钱能使鬼推磨。他卖您的狗官多的是。往后，你所有的事情都要小心。还有，不要辜负灵儿。贤侄啊，你饱读诗书，又习武多年，难道你心甘情愿把心爱的女人拱手让给别人？如果你真是这样的话，你就太让我失望，你就不是个男人。师叔，说不定师傅他这样安排，有他的用意。我的心里只有灵儿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占有江家的分毫。想当年，
现在的心情是一样的痛啊！我恨他，我也恨我自己，我恨不得去死。可是我又一想，我不能死，我不能就这样败了，我一定要把属于我的东西争回来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找钱，找到师叔想要的东西。我今天晚上就让崔明秀母子滚出佛山。谁？师傅，是我。你喝酒了？你脸色不太好啊，是不是生病了？师傅，我是病了。哪儿不舒服？我这就让人找大夫去。我是心病，心病还得心药治。你是为了林儿？师傅，哎，我到底哪一点配不上灵儿？晴儿，也不是配上配不上的事儿，而是阿坤他比我更好是吗？不是他比你好，是阿坤更合适。喂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跟着你来的。你跟踪我？不行吗？坤儿，伯母好。娘，你朋友啊？啊，普通朋友。伯母，我是他女朋友。啊？哎，没有，普通朋友。瞎说！别瞎说！别站在这儿，进来坐吧。啊，好，谢谢伯母。怎么回事啊？吃过饭没有啊？还没有吃过。刚好我们一起，我去端拿双筷子。谢谢伯母。喂，你搞什么呀？我吃口饭不行吗？哪有大晚上一个姑娘家跑到人家家里来蹭饭的？我爹都不管我，要你管我？嘿，看你这么担心我，难道是你喜欢上我了？喂，你疯了吧你？你能不能正常一点？哪有一个姑娘家这么狂妄自大的？我就这么狂妄自大，因为我是有本钱的。你还真不害臊啊！来吃饭吧。谢谢伯母。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？伯母真的很好吃啊。你喜欢就多吃一点吧。我很小的时候，母亲就去世了，所以吃伯母的饭，闻起来特别像我母亲做的，特别好吃。这么可怜呐。他，多吃一点啊。谢谢伯母。他们就在里面。其实啊，在两广一带，习武的女孩子很少见的。哦，那我呢，就是比较特殊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爹厉害嘛。我爹呀，在两广一带，武功高强，无人能敌，赫赫有名。
师妹，爹，救我！坤儿，大胆，放了我女儿！安老贼，是你女儿的命值钱，还是我们母子的性命比较值钱？当然是我女儿的命值钱了。两条路，一是让我们母子全身而退，二是安姑娘死无全尸。放了我师妹！爹，我好害怕。走，不准再来。走。有我在，你放心吧，他们跑不了。安姑娘，你先走吧。不行，你得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山浪花长，你还是先走吧。走，也许我能帮上忙呢。刚才谢谢你了，坤儿，我们走。梁坤，你保重。老天爷，你为什么？老天爷让你们多活10几年，算是待你们母子不薄了。沈明秀，跟我回衙门。好吧，我跟你走。可是你要放过我的儿子梁坤，他18年前只是个襁褓中的婴儿。好吧，杜捕头，你可不要一错再错。你这个叛徒，我要你的命！知道的，那女的是天地会的亲犯呐！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！你别跟我说了，爹，我以后再也不想理你了，以后一辈子都不想见你了，不想听你说。你跟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你怎么会生那么大的气呀？你跟爹说嘛！你不跟爹说，爹怎么会知道呢？走啊，走！哎呀，女儿，走！女儿。老爷，账本拿过来了。老爷，
乐言。